ओके है लो लोग जी像 मैं ना अपना ला लिया स्टैंड मैं की करदी शीशा वेखन दे बैठे दे बाद ओके 他那个接受不了那个东西。妞，他跑了干嘛？我都不会讲白话，他又跑了。亲爱的，你会讲白话吗？白话可以呀。那你帮我跟他讲一下，待会儿的话，你说这个 U 清洁好之后，给他免费试一颗，啊， 4点一颗。哎呦我的妈呀！現在要切換到粵語。你講得話咯我知。佢講咧，你個清潔好之後送他做一個。等陣送俾你一個，咁你學感受一下，然後可唔可以咧？你再睇得唔得㗎？你感受一顆，你睇下這個就是看一下什麼？看一下效果，看一下效果。你決定做其他的 another。OK，you know，yeah。我這咁樣嘅係佢按啲俾我睇，就係邊啲有出來，邊啲唔使出來。是的。我這邊啲係出來有收錢，我出來唔收錢係嘛？對，你就是先俾你做一顆俾你睇下效果，如果 OK 咧，你其他嘅都可以做嘅。我一個即係試下。係啊，試過睇下。sample 啦嘛。係啊，對。You can try just one yes. Understand. Thank you. You understand. Very good. You very good. You very handsome.明白。我噶。ਇਹਦੀ ਜੇ ਇੱਕ ਕੱਢਾਂਗੇ ਤੇ ਫਿਰ ਤੂੰ ਵੇਖ ਲਈ ਤੇ ਮਜ਼ਾ ਆਇਆ ਤੇ ਫਿਰ ਹੋਰ ਕਢਾ ਦੇ ਮੈਂ ਇਹਨਾਂ ਨਾਲ ਠੇਕਾ ਕਰਾਂਗਾ佢個指甲啊可以做㗎，好嚴重㗎。不過佢話下次800蚊啊。冇問題啦，下次。下次過嚟做。而家好耐冇過嚟大陸買，而家過嚟唔知係點樣用。冇帶錢㗎，冇帶錢㗎，冇帶錢。冇帶錢㗎，咁啱咩人可以入嚟？是800塊錢那個。他沒帶錢，對。可以啦，佢下次去過嚟。下次又做啊。吸邊？佢攞個卡。吸邊俾我。ID card，yeah。ID card。No ID card，這是什麼 what card？個就好似係ਇਹਨੂੰ ਕਿਹੜਾ ਕਾਰਡ ਬਿਜ਼ਨਸ ਕਾਰਡ business card ID card you can try 英語學的哦他把你錄進去你係唔係播主啊唔係播主啊係㗎啦係播主啊通唔通啊唔通㗎投資係通啊唔通啊你嘅眼睛好大啊，雙眼皮啊，幾靚啊！眼睛啊，係啊鼻子啊，好大隻啊！哇，你好大嘅眼哦！以前啊，我個眼係做過，我嗰個係做㗎，係啊，我係裝個雙眼皮啊。你叫的不厲害，他都到土地有的。所以你哋你問他是哪個國家的人？他是巴基斯坦，你係邊度人啊？那個他也是巴基斯坦的，那個是他的。我都係巴基斯坦。他也是那個是他的堂叔，他老婆的堂叔。巴基斯坦朋友嘛。巴基斯坦with China is very friendly，就是巴基斯坦係和中國非常的好啊，幾好啊，係啊。你嘅這個度咧，你做掉咗之後咧，佢係幾靚嘅，幾白嘅，幾帥嘅，幾 handsome 嘅，yeah。而家60歲啦，邊度？60歲啦，你睇到係40、50，他60歲了。你跟他講，這個疣會越長越多，會傳染。你做嗰隻啊，你唔做啊，以後會更多㗎。係啊，媽媽都咁㗎。他會傳染啊。我知㗎啦。係啊。媽媽係巴基斯坦，跟住係細。啊，越嚟越多。大啲啊。幾大，越嚟越多，所以你要租掉佢就好㗎啦。你感受下唔痛嘅，你放鬆下 ，relax。你看一下啊，你這個很大的，你睇下，給你先做這一顆啊，給你試個最大顆嘅，你睇下最大顆嘅。
我嗰度嘅老師係幾好嘅，你係讀點嗰個專家呀？Jadi, itu सड़के मरहली में फायर दे दिया Ahmed कौन है? अहमद आया कोई You get no money account, please check. 你看，你睇下先，你睇下。 ओ उन्हें फिर पा देती होनी है ना वो जिन क्या थी 等陣就冇啦，你睇，啊，睇我話即係呢幾關鍵啊，係唔係好神奇啊？好犀利啊！係啊， और जो एक निकल गया तेल तो इका सीता चाव चाहे喂你嗰個即全部幾多錢啊嘛哦，你全部幾多錢係咪？他問你全部多少錢？佢幫你，佢老師俾你個使一個報價呀兩。個嘛你咁大你講多啲，講多啲，全部係啊！係啊佢數一下先，我睇下你有多咗多少先，跟住我睇佢有冇錢啊嘛睇下你錢夠唔夠晒，係咪？你睇下給你報，他要你報價，錢夠不夠？来，你拿着镜子这样子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做掉是你刚才这你个睇，覺得好大隻，嗰隻做完了没了，看到没有？效果很好。冇咗啦，掉咗啦，係啊，好犀利個。那你拿镜子，来，我跟你说，你拿镜子，你睇下，睇下拿镜子，我跟你说价格，你跟他，你帮我跟他用白话跟他讲价格。你睇個镜我都像这种就是10块钱。嗰隻係少㗎，10蚊，係少㗎係10蚊。lấy chỉ全部該就跟着佢要你說全部多少錢？我给你算一下啊，對你全部給他數一下，他自己說也很多。那你也算也很多啊，因為你不是我要跟你講一下，像這種像這種大的，我這個咧係最大嘅50一個，係。你可以先把嗰個小嘅咧係10蚊，你可以把這個大的給它先做掉，你可以把大個做掉，做大的就是做好50，像這種就是30，小嘅係嗰個係中間嘅係30。係啦，你大細全部話俾我知大細，他說你要你一起報給他多少錢？有啲大有啲細，全部大的小的一起報大包。你呢個係生嘅喎，想咗香港俾人邊度做邊度做。對，他就是所有的跟他打包一起，看多少錢，就不用給我看多少什麼種了。理解。我而家影相俾人啲睇啊嘛，呢個即係 Facebook 嗰度都係睇。哦，他說準備發到 Facebook 看一看。係啦。Facebook 是一個就像我們一樣的微信一樣的，類似於微信那種小朋友。好多朋友都係睇緊嘛。他可以幫我們做宣傳，就是。好，我哋俾你睇下，多少，幾多錢啊？看你說看你報價，看夠不夠錢，帶的錢夠不夠，我看你報價。就是像這種，白話你可以講白話。你說嘛？就是這種30的。我這個大概係講到那個中等嘅係30。100顆就是。我即係呢個30，呢個10蚊，呢個5蚊，他就全部給他多少錢就說了。全部咩呢？係幾多錢？還簡單，你報個價就。你就這樣子，你全臉你全臉大的、小的一起給你打包。大細一齊，你都有做，係唔係？小中大你都要做乾淨。細大乜都大。全部 OK，全部給你全部打包1980，給你全部包做乾淨。你1500。1000啊嘛。係啊，全部給你做乾淨，全部永不復發。而且永不復發。冇啦，以後都冇啦，以後都唔會種噶啦，以後都冇噶啦，以後都乾淨噶啦。貴噶啦。他說太貴了。貴啦。真係。唔貴㗎，那個全面啊，你數下你係幾多個？你睇下，幾多個？你係睇嗰度，你全面啊，你數下嗰度都差唔多1000啦，你2個面啊，喺嗰度啊，嗰度係幾多啊？1000啊，我都最多就冇帶錢，冇帶錢過嚟。咖啡多你幾多啊？啤多最少都400。俾到400，1400。唔係400，
呢個接電話個 WeChat 嘅電話。WeChat 嘅就是加起來係1000蚊。400俾到你嘅，你做得到。 400俾到我哋，太少啦，太少啦，他說400給到你。下次咧？下期，他說400塊給你。咁那個好多啊，你看真係那冇錢冇飛。他說沒錢，那個好多啊，幾多啊？1000蚊啊。我 WeChat 嗰度即係紅包我400蚊俾你啦，跟住差唔多到吧？即係全部都係。差不多全部1000。冇。那幾多？暫時冇錢嘛。加到一起俾我哋多少？到吧？而家即俾到你400蚊啦。最多400。我幫做唔使做都話唔使時間啦，我都話要行雞啊。你要行雞啊？你幾時翻嚟㗎？唔知㗎。哦，唔知啊。他說400，最多400。俾你400蚊啦。没有，大哥，你这个有这么多东西在这，那你跟他講，叫他先做明顯的，400塊錢做明顯的，你可以把明顯的做掉。做個睇得很明顯嘅，幫你做到佢400蚊。把明顯的做掉，明顯嘅嗰個大個都幫你做掉佢，搞乾淨，好唔好？400蚊。ਇਹਨਾਂ ਨੂੰ पे अपना इन्होंने मेरा सौदा नहीं होता पे कह रही $1500 तो मैं उन्हें मैंने पा लिया तो मैं कह रहा अपना $400 $400 पाया तो बीच ऐड ना इन्होंने तेरे को 1500 ही लेना है नहीं 15 तो मैं मुँह साफ करा के उठ जाना 来，你大哥你先躺着，我再送你一颗，你看一下，你这个做完了，我们技術不一樣的，知道吧？技術不一樣的。400俾你個大個都俾人做掉做乾淨，知唔知啊？都俾人做乾淨。400蚊做個大好大喺度，你睇下先，我俾呢個睇嘅，明顯㗎。我話即係我應該邊呢個即係一個批次俾200蚊都係咗。200蚊？邊度啊？邊度俾200蚊啊？即係現啲少少特價。我度唔做。喂，有啦，俾你食。你400蚊嗰個明顯嘅俾你做掉啊 ？OK 啦，我邊度都冇。他說可以啊，可唔可以啊？可以就俾你做咯，做明顯的，明顯的俾你做掉佢，以後都唔你說把它的母油給它做掉就不長了。俾你嘅母啊，母嘅腰啊，咁大嘅它係母，因為佢咧會發好多籽啊，你知唔知啊？所以咧俾你佢大嘅母親 mother。呢個沒有啦，所以佢做掉了之後咧，嗰度少個唔係單身嘅咧，知唔知啊？所以幫你大個。你中意啦，你點啊？我同你講咗之後，我啤你400，你啤整靚啲，我知啦，OK。整靚啲，有啲問冇問題 ，OK，可以。你問他是微信還是？你係俾微信還是俾個？俾香港紙嘅，就是 Crash。現金 Crash， 片，唔係 WeChat， 他微信給 WeChat， 你微信俾到我哋係咪啊？係 ，OK。你跟他說要領一下那個材料，然後幫忙材料下現金。我哋要攞個產品啊，要打開佢，所以你咧要先俾個錢俾到我哋俾你操作係咪？可唔可以？因為我哋要打開我個材料啊，我材料打開了就你唔做啦，我哋就損失啦，知唔知啊？所以你哋先轉俾我哋，然後我哋開個產品俾你做，你明唔明啊？所以你需要俾我哋，然後俾你開產品。แล้วหมอแม่เขาการก็所以你給他弄吧。找個先，咁明白？我俾你400，你點樣做冇錯㗎？OK。你現在俾你。你做靚啲得人啲睇邊個做緊嘅？我呢個靚女就係。你得個靚仔。你個靚女，你都係靚。佢係靚女。你個靚女，多謝啊！你係靚仔啊！OK。love you 啊！真我愛你啊！我中意你啊！我愛你啊 ！I love you 啊！係唔係啊？你個粵語講得幾好喎！你係唔係香港？香港好耐啊嘛。
哦，講，所以好啊所以你個粵語講得幾好嘅。 18 歲嚟香港18歲就嚟啦，講少40年都係40年。哦，老香港攞咗人。呢度咁啊，come 到中國嚟嘅。你哋係差唔多半個中國人啊，係唔係啊？半個中國人，半個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係啊多個㗎。係啊，都個㗎啊，幾好啊！ Dan kayak kebiasaan yang lain untuk berkonsumsi oke di bahan dari ini jadi betul di kantor seperti ini di bahasa dari bahan बहुत अच्छी है तो मैं कहता ना मस्जिद OK， ओके ना जिम का ना 你攞個手機啊，轉佢起， और पे तो छः से 啊俾咗錢佢。 ओके लो जी पैसे दे लिए फिर बाकी बनावा दे इतने स्टाफ कर